點解咁多人有膽固醇高？因為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好多嘅食物咧係隱藏咗升膽固醇高嘅危機㗎。今日咧我會同大家分享10種會升膽固醇嘅食物。咁呢一啲咧就唔係大家諗嘅雞蛋啊、海鮮啊、內臟。咁究竟呢啲食物係啲乜嘢咧？今日會同大家分享㗎。咁大家有冇膽固醇高啊？有冇試過降膽固醇呢？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啊！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我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請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亦都歡迎你訂閱營養師媽媽嘅頻道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媽媽 Priscilla。大家有冇膽固醇高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10種嘅食物咧係會升高血液裏邊嘅膽固醇嘅。咁呢啲嘅食物咧就唔係雞蛋，唔係海鮮，甚至唔係內臟。其實咧我哋知道咗好多年噶啦，食物裏邊嘅膽固醇咧對血液裏邊嘅壞膽固醇其實影響唔係好大嘅。喺呢度講血液裏邊嘅壞膽固醇咧，我指嘅咧係低密度脂蛋白，英文咧係 LDL cholesterol。我哋好多年咧都係叫 LDL cholesterol 咧，簡稱佢為壞膽固醇嘅。咁呢條影片啦，我都會繼續叫佢做係壞膽固醇嘅。咁大家知道我講嘅 LDL 啦。我有唔少嘅影片咧，之前拍咗咧都係講翻膽固醇嘅一啲嘅迷思嘅。大家有時間可以去呢一個嘅 playlist 嗰度睇下。咁目前嚟講咧，LDL cholesterol 壞膽固醇咧，仍然都被視為其中一種咧係可以增加心血管病風險嘅一個好重要嘅高危因素嚟噶。咁所以咧，如果有高膽固醇嘅話咧，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日常之中咧有啲食物咧，原來咧佢係隱藏咗咧升膽固醇嘅危機噶。馬上為大家分享啦。第一種嘅食物咧就係牛角包啦。餅店裏邊一啲嘅酥皮嘅麵包咧係有好多嘅反式脂肪噶，因為咧呢一啲酥皮嘅麵包咧係會用一啲叫做起酥油咧去製造嘅。咁啊呢一啲嘅起酥油咧係一個反式脂肪嘅來源嚟噶。嗱，反式脂肪咧有雙重嘅禍害噶，包括咧係會升高壞膽固醇啦，同時咧係會降好膽固醇嘅。平時食烘焙食品嘅時候咧，特別咧要少食一啲酥皮嘅麵包類啦。第二種嘅食物咧就係菠蘿油啦。頭先講啦，烘焙食品之中咧好多係用咗起酥油，有反式脂肪啦。菠蘿包唔單止係用起酥油做之餘咧，加埋一片牛油嘅話咧，係反式脂肪加飽和脂肪嘅組合。咁呢兩種嘅脂肪咧，目前咧有好強嘅證據顯示咧，就係會升高血液裏邊嘅壞膽固醇噶。同時間咧，佢亦都會有高糖分啦。咁平時大家驗血嘅時候咧，除咗睇 LDL cholesterol、HDL 之餘咧，都唔好漏咗嗰個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s。高糖嘅食物好似菠蘿油咧，都有機會升高埋血脂噶。大家要小心，就少吃多滋味啦。第三種嘅食物咧，亦都係烘焙食品嚟嘅，就係忌廉蛋糕啦。忌廉咧係由牛奶嘅脂肪所做啦，咁亦都咧係飽和脂肪嘅來源啦。大家食任何嘅蛋糕嘅時候咧，要小心咧就係少食一啲有好重忌廉噶。當然啦，有啲麵包譬如係忌廉賓啊，都會係有呢一啲飽和脂肪會升高血液裏邊嘅膽固醇嘅。即係如果食蛋糕咧，都可以食一啲譬如清蛋糕啦，好似蛋白蛋糕啦，冇嗰陣嘅忌廉嘅話咧，咁就會係比較健康嘅選擇嘅。第四樣升膽固醇食物咧，就係炸薯條啦。出街食飯嘅時候，特別去一啲嘅西式快餐咧，就會有好多嘅煎炸食物啦、炸薯條啦、炸魚啦、炸雞啦，呢啲都係一個反式脂肪嘅來源啦。佢哋用嘅脂肪咧係一啲嘅固體嘅植物脂肪嚟嘅，千祈唔好以為植物脂肪咧就一定係好喎，佢嘅固體咧都係一啲氫化嘅植物油嚟嘅。佢嗰裏邊咧嗰啲反式脂肪咧係令佢呈現一個固體狀嘅。喺出邊咧食一啲快餐嘅時候咧，最好少食一啲煎炸嘅食物咧，都係可以保障到咧攝取呢一啲影響我哋心臟健康嘅脂肪嘅。下一個嘅食物咧就係即食麵啦。我哋港式嘅早餐成日會食啦，可能屋企又會食啦，但係咧原來佢隱藏咗一啲嘅健康嘅風險噶，因為一包嘅即食麵咧就已經有23克嘅脂肪啦，相等於咧大概係4羹半茶匙嘅油啦。當中嘅飽和脂肪咧係有15
15克嘅，超過一半咧裏邊嘅脂肪咧都係嚟自飽和脂肪嘅。咁15克係咩概念啊？就係咧3茶羹嘅油啦。其實食一包嘅即食麵咧，已經係去到75% 全日飽和脂肪嗰個限額噶啦。點解即食麵咧會咁高飽和脂肪嘅咧？因為咧佢係用棕櫚油做嘅，佢係一種咧飽和脂肪好高嘅植物油嚟嘅。棕櫚油咧都係一個食品工業咧好受歡迎嘅一種嘅油啦，因為佢油炸咗嘅食物咧非常之穩定啦，冇咁容易變壞啦，保存期會耐啲嘅。但係咧背後個風險亦都會係高一啲嘅。建議大家啦，呢啲油炸嘅麵啦、即食麵啦，可以少食嘅。大家可以食碗通粉啊、湯意啊，咁呢啲都會係比較好嘅選擇嚟嘅。點樣可以擁有健康膽固醇水平，喺屋企享用美味菜式，又可以外出飲食？只要獲得降膽固醇嘅飲食技巧，可以增加你嘅飲食自由，提升生活質素。營養師媽媽今年7月再次教授30日降膽固醇健康心臟計劃嘅網上課程。呢個經多年驗證有效嘅飲食計劃，而家更升級為加強版，以更實用、容易、快速、有效咁降膽固醇。同時加送2本工具書，包括營養師媽媽嘅輕鬆主義速效降膽固醇食譜同埋輕型外食精選。今年7月4日就正式開班啦，機會難逢，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喺6月22日前報名，更加有早鳥優惠，請喺下邊嘅連結嗰度馬上報名啊！第6個升膽固醇嘅食物咧，就係茶樓點心裏邊嘅鳳爪啦。我哋中國人咧都好中意飲茶啦，去茶樓點心咧，嗰啲點心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多油分嘅。曾經有個廚師咧同我分享過，因為你茶樓咧，你喺個廚房裏邊咧推架車出嚟啦，如果你係冇油嘅話咧，其實佢點樣可以保溫呢？雖然咧都有蒸爐嘅，但係咧點解好多茶樓點心係高油咧？其中一個咧係一個保溫嘅功能。整體所有嘅茶樓點心咧都係高油分嘅。當然啦，有啲茶樓點心咧就會係稍為好一啲嘅，會蒸點啦。茶樓點心之中咧最會升膽固醇咧，我咧認為咧係鳳爪啦。鳳爪咧因為主要咧都係食嗰陣皮嘅啫，所有動物皮層咧對大家嘅膽固醇都係不利啊吓。有啲朋友會講啊，鳳爪好似有膠原蛋白喎，冇錯，皮層下邊咧都會有一啲膠質嘅。我有條影片咧係介紹呢一啲健康膠原蛋白豐富嘅食物，大家有時間去睇下。茶樓點心咧蒸點咧，好似腸粉啊、蝦餃、燒賣啊，雖然都有油分嘅，不過咧就會略為健康一啲啦。下一個升膽固醇嘅食物咧就係植脂奶粉啦，或者有啲英文我哋叫 non-dairy creamer。有啲人咧如果飲奶茶咖啡嘅時候咧唔落奶嘅話咧，亦都可能會選擇咧用呢一啲嘅植脂奶粉嘅，就唔係奶嘅成分噶。如果食肆咧有陣時都有機會咧用嚟開奶茶咖啡嘅話咧，裏面咧有機會有反式脂肪噶。如果咧屋企用嗰啲咧，咁其實近年嚟咧立咗嚟啦，反式脂肪咧就未必會有嘅。不過咧都有機會咧會有少量嘅反式脂肪或者會有飽和脂肪噶。如果有啲人咧每日係飲1至2杯呢一啲嘅飲品加咗植脂奶粉嘅時候咧，都不知不覺咧積少成多係攝取多咗呢啲唔健康嘅脂肪噶。與其咧加植脂奶粉咧，情願加一啲脫脂奶粉咧落奶茶咖啡就更加好啦。下一個咧就講下我哋屋企煮食嘅食物啦，講緊味餸就係蒸肉餅啦。大家整個蒸肉餅嘅話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用半肥瘦肉噶。半肥瘦肉咧就係一個飽和脂肪嘅來源啦，都係升高膽固醇嘅。肉類咧，反正脂肪含量比較高嘅肥肉啊、半肥瘦啊、排骨啊、雞翼啊，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屬於高脂嘅肉類啊。其實我見好多高膽固醇嘅人士咧，佢哋咧可能咧係食肉就食得太多啦。有陣時咧肉嘅選擇亦都比較高脂嘅時候咧，都會影響緊膽固醇噶噃。如果你想知道咧點樣可以屋企煮食咧，都可以整到健康嘅肉餅啊，唔會升高膽固醇啊，歡迎你喺下邊留言話我聽你想知道多啲啊。下一個嘅食物咧就係薯片啦。講到包裝食物咧，近年嚟不管係香港啦或者外國啦，而家已經好多立咗例咧係唔准用一啲部分氫化嘅脂肪噶，即係超市買嘅包裝
裝食物咧，都已經好多咧係冇咗反式脂肪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趨勢嚟嘅。但係薯片咧好多時候咧用嘅成分咧都係用棕櫚油嘅喎。咁好似呢一包嘅薯片咧，一包係60克啦，唔算好大包。咁裏邊咧原來已經有26克嘅脂肪啦。咁其中咧有一半咧都係一啲唔健康嘅脂肪。其實佢哋雖然咧就唔用一啲氫化嘅脂肪啦，轉咗用棕櫚油啦，冇反式脂肪，但係都仍然有飽和脂肪㗎。當你唔食雞蛋、唔食海鮮嘅時候咧，其實食薯片咧對你嘅壞膽固醇咧嘅影響分分鐘仲大㗎。最後一種嘅食物咧就係餅乾啦。餅乾咧我曾經有影片分享過，大家有時間去睇下。健康嘅餅乾咧係比較難揾嘅，因為咧餅乾本身咧嗰個質地咧係屬於偏硬啦，一般油分啊、糖分都要比較多咧先至係好味易入口嘅。咁所以咧揀一啲健康嘅餅乾係比較難，首要就睇翻佢用啲咩油脂啦。餅乾咧又係可能有機會用棕櫚油啦，都係同之前介紹過唔同嘅食物一樣啦，會係升膽固醇嘅。即使好似好多人覺得會比較健康嘅梳打餅啦，好似油分冇咁高啦，原來一包咧裏邊都有成5克嘅脂肪嘅喎。仲要係咧5克裏邊咧4克，即係80%裏邊嘅脂肪咧都係屬於飽和脂肪。就算係梳打餅，其實我都唔係咁建議咧大家係食咁多噶。講到呢一度咧，我就分享咗平時一啲大家可能成日食嘅食物啦，但係咧原來咧不知不覺間咧都係影響緊我哋嘅膽固醇嘅。要有健康嘅膽固醇咧，只要係有一個技巧，包括咧出街食飯係食得聰明啦，識得揀啦，平時咧揀一啲包裝嘅食物識得睇標籤啦，即係好似我哋屋企食咧有啲健康嘅煮食技巧，只要有呢啲技巧嘅話咧，我哋可以不但係有口福，同時咧亦都係有健康噶。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你有諗過營養治療可以解決你嘅健康問題嗎？港營聚由多位多年專科經驗嘅註冊營養師組成，按你嘅健康數據精心設計個人化嘅營養治療，等你解決健康問題，透過簡單易用嘅溝通平台，安坐家中同營養師聯絡，輕鬆處理健康疑難，提升生活質素。歡迎你聯絡我哋預約15分鐘免費評估，踏出健康第一步啊！